爹，让孩儿出阵打上一仗吧。哎，你们笑什么？笑我小孩说大话吗？依我看这老家伙还不够我打的呢。庸儿，你小小年纪，怎么能口出狂言呢？弟弟，这不是狂言，我说的是实话。表哥，我看你不必生气。我看这孩子手中的兵器分量也不轻，不如叫他出阵跟那红海打一下，打胜了更好。打不胜，咱们这么多人也不会让他吃亏。爹，让我去吧。也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功夫如何。不过庸儿，你听着，上阵必须要多加小心。是，撤。呆，你是突厥的都督，为什么来占我们的关口？还敢在这里发威？看你家小爷爷教训你！小娃娃，你是何人呢？竟敢来军阵之上，是来打仗的吗？正是来打你的。问我姓名，我叫秦佑，听见了吗？后边这个大将秦琼就是我爹爹。小子，你就等着看锤吧！小娃娃不要撒野，待我打发你回你姥姥家。来将通明。我乃是大都督红海的手下副都督花刀将士也。小娃娃，你正是玩耍的年龄，不在家玩耍，来到阵前，你会打仗吗？哎，你说对了，我爹爹说两军阵前人手不够，叫我来充个数。还对我说，凭着一把木头大锤就能把你们给唬住。我说胡雷啊，你看到我这把木头大锤，怕也不怕？那你就过来吧，今天我就陪你玩一玩，免得回去你爹打你。哎呦，你可小点使劲儿，别把我的木头大锤碰坏了。呀！都督，休得动怒，待我去要他的小命。多加小心。啊！真是虎父无犬子啊！是啊。小娃娃，你杀死我2员大将，岂能让你逃走？哪里走？拿命来！杀！杀！杀！秦佑，小心呐！放心吧，爹爹，看我拿了它，给爹爹做礼。哎！好，三军听令，攻！夺回瓦口关！上！这次拿下瓦口镇，已算是奇功一件。本王一定会如实的禀报皇上。少年，过来。你就是叔宝的义子秦用。回王爷爷爷，我就是秦用。本王早就听说过你，这次拿下瓦口镇，你也算立了大功。
还要赏你。嗨，那个红海，我2锤就把他打败了。秦勇、霆锋在。秦勇，你战功显赫，本王封你为守将，严守马口关。但是考虑到你尚且年幼，史大奶霆锋，在。本王封你为帮办，扶持左右。领命。你们2人即日前往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果然是惟妙惟肖，简直就是琼花公主本人。尤其是萧妃娘娘，你怎么能连声音都学得那么像呢？这拟声之计是我在南陈学的，加之我体态本来就与琼花相似，再戴上这面纱，怕是连她身边婢女也分辨不出了。记住，只能是溺死，身上不得有其他伤痕。我皇妹可是金枝玉叶呀！啊！殿下，请放心吧。皇兄，杨勇啊，你如何逃得过此次大劫？殿下，臣虽没抓到晋王的狐狸尾巴，但也闻到骚味儿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臣命人暗中监视晋王和宇文老二，发现宇文老二竟然秘密前往晋王府。这个意义不大。杨广与宇文化忌一直以来交往过深，这个皇上是知道的。我还查出，宇文老二进了越王府送美人，恐怕皇上还不知道呢。哦，他竟然拉拢越王吗？是啊，这昨天呢，越王还带了壶酒进宫见皇上，具体说了什么倒是没谈出来。殿下，不是老臣埋怨你，我早就说该在皇上身边安个眼线，可你就是不听啊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杨素这条老狗已经上了杨广的船。殿下，眼下风雨欲来呀，我们就是为了自保，也要反戈一击呀！哎呀，等到压到脖子上，那就晚了。是。哎呀。公主，晋王殿下已经送出去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突然想起有些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给太子皇兄，你去给后花园的李公公传个话，
让太子皇兄到后花园的碧波亭来找我。是。那我去找小鱼，让他陪着公主去。不必了，我自己去。是，公主。太子殿下。公公。春花公主说有重要事要对您说，在御花园等着您呢。好，带路。走。这边。太子殿下，快！公主在这儿呢。皇妹。水了！我没有，不好了！我们快来救公主啊！公主落水了！快来救公主啊！我们。皇上驾到！我的乖女儿，救我！怎么会这样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说清楚，朕把你们全部斩了！皇上，琼花公主是被太子殿下推到后花园湖中淹死的。胡说！太子怎么会？王御医在。公主的死因查清了没有？公主却是溺水而亡。那公主身体上还有其他伤痕吗？还说这些干什么？能救得回我的琼花吗？琼花，琼花，你怎么就这样丢下母后去了？我的好女儿，你醒醒，你再看看母后。秋儿，你让母后怎么办呢？秋儿，我的秋儿。太子，你有什么话好说？父皇，儿臣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儿臣当时是喝了点酒，可是我平日贪图享乐，这人了，资质平庸，朕立你为太子。可是她是你妹妹啊，你怎么可以下得了手？难道朕宠爱的人，你一个都不能留吗？父皇，儿臣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当时只是轻轻的推了他一下，他就。皇妹，皇妹，你这样天真烂漫，你的音容笑貌还在兄长眼前，老天怎会对你如此不公啊！
臣知错，你就饶了我一命吧，父皇。母后，你这个孽障！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儿臣知错，人死不能复生了。来人，把这畜生拖出去，永世不准踏出禁院半步！啊！父皇，父皇，儿臣冤枉啊！母后，母后。嘿，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啊！公元600年，隋文帝贬太子杨勇为庶民，打入禁院，封次子晋王杨广为太子，赐居东宫。纵然朝野上下颇有非议，但有越国公杨素、相国宇文化及等倾力相助，众大臣皆莫敢言。谢父皇赦恩。我们陪公主去晋王殿，公主去书房找晋王殿下，我们就在门外待着，没有什么异常。只是后来，晋王府来了个太监，说晚上公主要在那儿用餐，说是让我们先回去。哦，后来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晚上是晋王殿下亲自送公主回来的。哦，晋王亲自送回来的。晋王殿下说公主喝了点酒，就亲自送她回去了。后来，公主让我给李公公捎口信儿。说是有急事儿，让太子去后花园的碧波园。对，公主还不请我们跟着。对，公主去那儿没多久，一会儿就传来公主溺亡的消息了。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。这件事情不要向任何人讲半句，否则你们就没命了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书房。晋王府的书房，对，晋王府肯定藏了一些秘密。好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。我手上有个人，他很擅长做这件事情，我让他混进晋王府，去书房探一探。我已经有多年尚未回家，不知道家中的母亲是否康健如初？离家日比一日深，恰似孤雁宿寒林。纵然此处风光好，却有思家一片心。姑父、姑妈，侄儿来到府上已有数月，得到2位的照顾，侄儿十分感激。只是侄儿一直思念家中的老母亲。如今官司已了，侄儿来到这里向2位请个辞。叔宝啊，你离家很久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哦，到了济南府去找大帅唐弼一趟，他是我的徒儿，他在济南给你安排个官职，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。多谢姑父提携。爷爷这些日子在北平府也多谢王爷、王妃照顾，感激不尽。
莹莹也要一起回去了。好吧，有叔宝陪同，倒也安心。路飞，孩儿刚与表哥相识，又从未见过舅母，心中甚是想念，所以想同表哥一同拜见。你不行，你有公务在身，况且你母亲还需要有人照顾。哎呀，我也想去看看我的老嫂子，只是怕年纪大了，路途颠簸，身子骨吃不消，哎，还得有人代劳啊。孩儿愿带父王母妃前去拜见。听说这济南府人才济济，卧虎藏龙，刚好这一次可以和表哥去见识一下。就让他去吧，有叔宝在路上照顾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好吧，路上一定要小心呐。哦，叔宝，啊，你可得替我在路上多多照顾他们呢。姑父姑妈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，不让两位担心的。多谢父王成全。成儿，多去备些厚礼，记住，一定要亲手把礼物交到舅母手上，这是礼数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陪你表哥到堂弟那儿去一趟，你跟堂弟也很久没见了。哦，记住，常给家里来献。知道了，爹。表哥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这就对了。啊，叔宝，到了家一定要替我向你娘问个好。姑妈放心，叔宝一定带到。莹莹，女孩子家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要寸步不离的跟着他们，千万别走丢了。王妃、王爷，你们也好好保重。好了，你们几个抓紧收拾，去吧。再见。这里啊，就是山东跟山西的分界了。钱二哥，咱们也应该分道喽。虽然你平时大大咧咧，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样子，可是你一个人回家，我们还是不放心。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那就走去往山西这条道吧。为什么呀？这路途艰险，我们兄弟两个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呢？更何况上次和单贤弟一别，再也没见过。上次单贤弟救了我，我也得当面去谢谢他呀。我就说嘛，表哥不会丢下你不管。哎，这回你高兴了吗？当然开心了，我最怕一个人了，有你们在，我就不会无聊了。走吧，这里我绳，我带路。好，走吧，驾驾！参见玉郡主。我要见高大人。大人，登州玉郡主求见。好，快请。是。郡主驾到，未曾远迎，高君失敬了。高大人不必多礼。此次我从登州到长安来找高大人，是有要事相商。哦，请坐。高大人，黄冈被劫一案，想必高大人已有耳闻了吧？
我此次前来长安，就是为了查清此案。这黄冈是在山东境内被劫，而你却只身来到长安查案，这恐怕里面有些关联吧？这是黄冈遭劫的当天，匪首遗落的。这令箭是调兵之用，乃宫中之物，莫非又是新太子所为？你是说杨广？是啊，琼花公主毙命一案，这其中多有蹊跷。我和李德林将军已经查出一些眉目，只是查无凭证啊。琼花妹妹冰清玉洁，若真是杨广干的，我一定要为他一并昭雪。可是，光凭着令箭，不足为证啊。高大人，我们虽不知这令箭出自何人之手，但有一人不会不知。郡主说的这个人是宇文成都？正是。宇文成都统领皇城所有宿卫军，他一定会认得此令箭。事不宜迟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且慢！啊！宇文家族与新太子素有亲近，如果此事确实是新太子指使，那宇文成都恐怕也难以置身于外呀。高大人不必担心，以我对宇文成都的了解，他是不会欺骗我的。倘若这黄冈被劫一案确与他有关，那我正好可以从他这里着手，查个水落石出啊。既然郡主主意已定，那高炯也不便多说了。不过郡主此去一定谨慎小心，如遇难事，可找我和李德林将军。必要之时，可借李将军之权，调长安城外的兵马。多谢高大人。婴儿，儿臣拜见父皇。起来，起来。谢父皇。孺子可教也。皇上。父皇千万不可这么说呀！父皇为国家日夜操劳，怎么能不疲倦？多加休息，没什么问题。父皇，这样好，这些奏章交由儿臣来办，您先回寝宫休息，办好后都交由父皇御批。是啊，皇上，您要保重龙体呀。太子殿下会为您分忧的。灯下看媚娘，果然别有风韵。好在你现在啊，仅仅是太子，等将来登上了八宝金殿，一道圣旨就能选遍天下美色。哎呀，到时候还哪有心思来看我呀？不会，即使粉黛3000，
在你面前也是安然无事。是啊，等你登上了八宝金殿，恐怕头发都白了。就算选出了3000粉黛，怕也无福消受。你不用激我。你以为我会让那个老不死的手中正寝再登龙位吗？我杨广可不是只会玩女人的酒囊饭袋。难道太子早有行动？如此两袖，说这些煞风景的做什么？行了，莹莹，咱们走吧。秦二哥，我这怎么到了家门口了，越加害怕起来了？怕什么呀？啊？我怕我哥。不对啊，你这平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这怎么到了自己家门口，反而倒怕起来了？谁说我怕了？我才不怕呢！我还是有点怕。行吧，这么着吧，你先别下车，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叫门。啊，见到你哥哥，我跟他说说，让他不责怪你，我再来叫你，行吗？这样最好了。好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真害怕。哟，秦二爷回来了。啊，嘿，回来了。哎，秦二爷，大小姐没跟你一块儿回来吗？你们庄主呢？在，我们庄主前2天还念叨您呢。秦二爷，那您稍等，我进去给庄主报个信儿。叔宝兄，伯母念你在外久未归还，寝食难安，身体抱恙。秦大哥若伤已养好，速归，弟反虎敬上。秦二哥在北平府比武的事情，也不知道有无了解。大哥，有件大喜事，听了保准让您高兴。何来之事啊？秦二爷他来了。人在何处？就在大门口。走，去迎他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出去跟秦二哥说，就说我外出访友未归，让他赶回济南，不必等我。大哥，这是为什么？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快去！是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怎么不见单贤弟啊？庄主，庄主说他不在家，外出访友去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没胡说八道，庄主怎么吩咐我就怎么说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贤弟为何不愿见我？纵然我有不是之处，也应该见我一面，当面谈清。两位贤弟，麻烦再通告一声，就说今天我秦琼来到此地，如果见不到庄主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这什么呀？走吧。哎。大哥，这秦二爷他
不肯走是吗？啊，对，钱二爷说，他如果见不到大哥您，他就不走。走。哈哈哈，单贤弟，金球，你我道不合，不相为谋。你敢回你的山东去，你我全当没有认识过。单贤弟，秦琼有何得罪之处？还请贤弟明示才是啊！关门！贤弟，这是入林大帐，上面记的是所有好汉的名单。这可是绿林的绝密啊！贤弟，你误会叔宝了。秦琼绝对不会做出背信弃义之事。不愿意见我，为什么呀？依我看，算了吧。这种朋友，不交也罢。我哥怎么这样？我去找他。您呀，大小姐，你可回来了！你是不知道，刚才秦爷吃了闭门羹，我们哥俩这吸的可是在书房呢。哥，你为什么对钱二哥这样？私自外出，害死了尚安，连累秦二哥惹了官司，还敢回来见我？没错，是我的错，你可以惩罚我。可是秦二哥又没有错，你为什么到现在都不肯见他？善州善面，就说我不见客，让他赶回山东，不必等我了。是。你要是这样，我不待在这儿了，我跟钱二哥走。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？表哥，啊，咱们走吧。再等会儿吧。钱二哥，我哥不知道得了什么病，吃错药了，变得胡说八道的。咱们理他，走。哎，你们是亲兄妹吗？当然是了。这就没错了，走吧。什么意思啊你？哎呀，你几位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小二，快往前走。哎，好嘞，客官里边请。姑娘，跟我吧。簪子了，来看看簪子。姑娘，看看咱簪子，可真特别。姑娘，您真有眼光。罗包子，罗包子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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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这两个簪子，哪个比较好看？这个吧。好，我要这个。您真会挑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有趣。
你明明就不想听我，你恨我干嘛？你说哪个好看，哪个肯定就不好看。我当然选这个了。哎，这个我要了。好的。站住！喂！站住！站住！小强，你呀，小心点儿。你们家小二怎么回事啊？让他牵个马，我马背上的包袱和茧都不见了。哦，东西丢了。一看这位客官的身着打扮，就是从外地来的，被人盯上梢，那也纯属正常。店家，你还是把话说明白点儿。哦，东西丢了。一看这位客官的身着打扮，就是从外地来的，被人盯上梢，那也纯属正常。店家，你还是把话说明白点儿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给你指个道。在我们这个城后的嵩山上，有个美髯公，王君可。你若真丢了贵重东西，不妨问问他。他在这里耳目众多，神通广大，一定能帮你找到丢失的东西。不过有一点，得尽快去，不然的话，等那贼人销赃之后，即便是天王菩萨在世，恐怕也找不回来你想要的东西了。那多谢店家了，我找完东西便会回来。哎，对了，我2个朋友待会儿回来，你把住的地方给他们安排好。这个放心，包在小人身上，你就抓紧时间找你丢失的东西吧。站住！快让开！给你！给你。小贼，再让胖让你摘下油锅，进出哦！人家只不过是偷了你的东西，你就上如此大气？你也太狠了吧！是吗？你想试试吗？你敢吗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告诉你啊，本少爷从来不欺负女人。哎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这位客官应该就是刚才那位黄脸壮士的朋友吧？正是。那太好了，刚才那位壮士告诉在下，让在下等候2位，请2位回来以后就到客栈去休息，等他办完重要的事以后，就回来找2位。那他有没有说他去什么地方？哦，这个在下真的不知道，他走得匆忙，也没告诉在下，还请2位到楼上去休息吧。小二，哎，带这2位客官到2楼客房休息。好嘞，2位里边请。寻了一路，怎么也不见王君可的山庄啊？
有我呀！哈，这位壮士，真是好神力啊！好，哦，对了，这位壮士，请问壮士，这里可有一所庄园？庄园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住人的宅子，有院子，很大的宅子。哦，有。哦，在哪儿啊？他们不让我说，要不然该有人打我了。哎呀，壮士，在下丢的是很重要的东西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如果能够找回来，一定厚礼相送。哎，算了，别谢了。看见没？一直走，照这路一直走就是。多谢壮士指点。去吧。后会有期。我怎么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像是一个圈套？先是有人把我们2个人引开，再有人把表哥引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唉，你们一路上担心把我给丢了，结果到头来把秦二哥给丢了。哼！看什么看？你还真跟其他女孩子不一样啊！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哼，人家都老老实实在家纺织绣花的，哪像你啊，成天没事在外头瞎晃悠。在外晃悠？哼！本女侠这叫闯荡江湖，纺织绣花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还不想做呢。我看你是不会吧？我，哼，懒得理你。哦，你喜欢那种会编织绣花的女孩啊？不喜欢。难道你喜欢舞枪弄棒的？由此可见，设局的并非一般毛贼。表哥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哎，跟你说话呢！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？去，都不喜欢。我说算了，我还不想知道。谁在我府上撒野呀？您可是美髯公王君可？在下山东济南秦琼秦叔宝，路过贵地，不慎被人偷去我家传宝简，所以特地寻到此地。姓陈的，你找东西我不恼，但是你不应该打伤我的兄弟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的东西都在我府上。倘若你今天打得过我，东西全部带走；如果你今天打不过我，东西就别想要。而且，来吧。贤弟，有人等着你呢。二哥，小弟等候多时。贤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前日八里二贤庄不见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啊，待到屋里慢慢向哥哥赔罪。两位哥哥，里面请吧。哈哈哈哈！这人在世，花在时。
于是呢，弟弟便对哥哥来了一个试探，还丢给了哥哥一本绿林大账簿。没想到哥哥一把火就把它给烧了。哈，知道哥哥心里一直还是有咱兄弟的，小弟行事鲁莽，还望哥哥见谅。秦大哥走后，单兄就带着众兄弟来到我这个去山东的必经之地，目的就是想和秦大哥相会，还故意盗走了秦大哥的包裹，目的就是想引秦大哥过来。既是如此，两位贤弟就不必多说了，此事过去了。我和单二爷是生死之交，每逢相聚，单二爷总不忘提起你，说你义薄云天，忍辱负重，所以小弟特别想和哥哥相会，苦于没有机会。没想到今天歪打误着，却见着了哥哥，弟弟心愿已了。哎，王贤弟，我来贵庄之前，在庄口问路，刚好遇到了一个牛倌。这个牛倌是力大无穷啊，有霸王举鼎之力。他是贤弟手下吗？秦大哥，此人叫罗世信，在我庄上放牛。哦，自幼父母双亡，脑子也不太好使，吃饭不知饥饱，睡觉不知颠倒，是个死脑筋。这人身材高大，力大无穷，10几个乞丐也打不过他。所以10几岁之前，他已经做了乞丐王，专门抢吃抢喝。当地的铺户，尤其是饭馆，特别的怕他。他也被送过衙门，吃过官府的棍棒。怎奈此人皮糙肉厚，根本不在乎。出来以后照样抢吃抢喝。我见他无依无靠，失去双亲，又力大无穷，所以就收留了他，让他做一个牛倌，免得在外面闯祸。哎，贤弟啊，这个罗世信的武艺如何？哎呀，不行，我教过他，但是怎奈此人奇笨，教什么都不会。但是这个人是天生一对飞毛腿，爬山越岭如履平地，一般的战马都跑不过他。照贤弟这么说，此人还是个人才。要不是跟他放牛的小狗子骗他说有个哥哥跟他过来相认，兴许这会儿早就走丢了。哎，这个傻小子呀，到现在还想着见他哥哥呢。黄脸，别说是我说的，要不然他们不给我饭吃。世信，快过来！见过贵客，拜见你秦大哥。秦哥哥。哥哥，这个大哥都怪我不好，我没说清楚。他把秦大哥听成秦大哥了。行了。罗世信，赶快放手，这是贵客。别骗我，这就是我亲哥。哎呀，来人，骗我，这是我哥哥。这孩子，哥哥，起来，给我推下。我不走。这样吧，我看既然世信跟哥哥有缘，不如哥哥就收他做弟弟吧。大哥，他就是一根筋，死脑筋，要不你就认了他，劝开他。哥哥，家里人都死了，就剩你一个了，你不能不认我。行了，来，世信，咱们俩相遇了啊！哥哥不走啊，咱们俩不分开了。可是你别抱着哥哥，哥哥被你抱得都喘不过气来了啊！世信，过来。我让你去放牛，你怎么就逃上来了？贤弟，牛放完了，回棚了都。我刚认了世信这个弟弟，哎，你就饶过我这傻弟弟吧啊！哥哥，好，那既然这样，
我就替君可做主了，把世信送给哥哥。哦，哥哥喜欢，那你就把他留下吧，我也省心了。哎呀，王贤弟啊，你收留了世信多年呐，我怎么能如此就夺走了呢？哎，俗话说，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。你就把他带回去吧，跟着哥哥兴许还能有些出息，总比跟着我强。哎，只不过怕哥哥嫌弃。哎，此话差矣。我怎么看着这个傻弟弟啊，有股子亲近劲儿呢啊！好嘞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！世信呐，这是你亲哥哥，这次他过来带你回去见娘，愿意吗？我愿意。还有娘呢？娘在哪儿呢？在山东啊，愿意去吗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既然愿意去，我们把话说在前面。你跟哥哥回去，一定要听哥哥的话，不然哥哥不管你饭吃。你要是再回来，我也就不要你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我明白。明白，就跪下来给哥哥磕个头吧。哎，哥哥在上，收世信一半。好了，世信，弟弟起来吧。啊！哎呀，两位贤弟啊，这时日不早了，我得回山东了。请求就此别过啊！英英，你就带走吧。9月初9，家母大寿，我一定带兄弟们前往拜贺，到时候再把英英接回来。保重。我也回去找娘了，我去牵马。我回家找娘了，找娘了。不对，这个客栈有问题。什么？你想想看，表哥从这里离开，他既然捎了口信，走又不交代去处，客栈的掌柜他一定知道。哎，等等我！掌柜呢？哟，嘿，这位客官，你有何吩咐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今天那个壮士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。说。这位爷，使不得呀，我真不知道啊。哼，我看你是想尝尝你罗爷爷的拳头。罗成，表哥，谦儿哥，哎，谦儿哥，这是谁呀？来，世信，坐，跟大家说说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罗世信。哥哥说带我回山东找我娘去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世信，这位叫罗成，快叫哥哥。哥哥好。哥哥长得真俊啊。哦。你这头发也不错呀。哦，世信啊，这是单莹莹，叫姐姐。姐姐好。姐姐长得也俊，跟我村新媳妇似的。有点意思啊。哎，谦儿哥，你刚刚到底去哪儿了？哎呀，刚才我在等你们的时候啊，不巧被人偷去了我的茧和我的包袱。啊！我向那店家打听了，店家告诉我，让我上嵩山去找王君可。为什么呀？其实啊，这是你哥哥单雄信设下的引子，把我引去的。我哥？记得上次在二贤庄，他不愿意见我，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。那我哥有没有让你接我回去啊？你说呢？他让你跟着我呀，回山东去，一路历练，直到9月初9家母大寿之时，再顺路把你接回去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是阴魂不散呢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你啊。你原来是这样啊，表哥。可你哥这手段，
确实有些奇怪。哎，你哥是做什么的？我哥，哼，我哥是鼎鼎大名唐唐。这个啊，天也不早了，今日我巡了一日，也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明日一早我们还得赶路，你们俩也休息吧。啊。哥哥，我还没地儿住呢，我能柴房在山上呢。你是我弟弟，我能让你没地方住吗？行了，走吧。来啦！来时可曾发现有人跟踪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近日长安城不太平，你出入一定要小心。哎，对了，你这么急着找我，所谓何事？当然有事儿了。琼花妹妹落难，杨勇哥哥又被关起来了。在这皇宫之中啊，我最信任的人就只有你一个了。你说吧，我对你知无不言。此次前来长安，是为了替父王查明黄冈被劫一事。我有一证物，你得帮我查验一下。你在何处得到此物？你认得啊？快说呀！不认得，我就是觉得做得很精致。你再仔细看看，好好看看。这令箭啊，是那劫黄冈的人所遗落的。我找过相熟之人看过，他说了，此物乃是皇族中人所有。玉儿，皇族之事一向繁杂，不是你我所能掌控的。我劝你还是少招惹为妙。我还有军务在身，不便久留。哎，你不说就不能走。去哪儿了？回父亲，孩儿去见了一位故人。故人是女人吧？自古说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一个寻常的男人，到了这个年纪，对女人动了心是应当的。但是你不是一个寻常的人，
你是大隋相国宇文化及的儿子，是太子依仗的天下第一横勇无敌的将军。但是近来，你却办事不力，屡遭挫败。那全是因为你动了男女之心。若你不斩断情丝，你将会后患无穷啊！孩儿知道。口是心非，你还是放不下。既然你还是割舍不下，为了你的前程，为父就帮你割舍。将军请留步，相国大人交代，禁止任何人入内。我奉相国之命前来提审，让开。是。玉儿，你怎么样？没受伤吧？我不知道。是你，是你派人把我打晕了，关在这儿的。宇文成都，我那么信任你，我在皇宫之中只信任你一个人，你却这样对我。对不对？你想骂就骂吧。没错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接华阁的人是我指使的，这令牌是我的。但不管你信还是不信，你父王派人押解的黄冈，却是被另一伙人所劫。如果他认定是我劫的，非要怪罪于我，那就上奏朝廷赐我一死，我都认了。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。女儿，最后听我一句，要再敢滋事，算是我求你。我再不会相信你了。必须相信我，你必须跟我走，快！好。我儿成都，你做得很好，3言2语就套出了玉郡主的用意。为父教得很好。这令箭还是由老夫来保管吧。给我！你这个祸乱朝纲的奸臣，你竟敢擅自曲解登王府献给朝廷的黄冈，你眼中还有皇上吗？玉儿，不要乱说。玉郡主，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！无凭无据的事情还是少说为妙。你应该知道，污蔑忠臣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呀。我当然知道了，但诛灭九族的人该是你。玉儿，都说无益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只关心你跟成都之间有什么恩怨。老夫我今天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会给你们一个了结。今天我就放过你，不过往后你不要乱说话。不该说的话，最好不要乱说，否则的话，可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。走吧。快走。走。
皇上驾到！宣华不知皇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爱妃请起。宣华妆容不整，让皇上见笑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什么？竟有这般事？后移驾玉秀宫，轮得到你来奉尝啊！皇后娘娘大驾光临，妹妹未能亲身伺候，有失周到，请娘娘恕罪。我叫你起来了吗？请娘娘息怒。宣华夫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昨夜未经本宫同意，擅自接驾皇上，你眼里还有本宫吗？宣华不敢，只是昨晚皇上突然到访，妹妹事先并不知情。妹妹已经是皇上的人了，伺候皇上也是分内的事，怎敢拒绝？还敢狡辩！一个亡国之女，竟然施展狐媚之术来引诱皇上，扰乱后宫。来人，来，给我重打50大板，以示警戒。是。众卿家要没有其他事，先退朝吧。禀皇上，琼华公主溺亡之事，令人费解，望陛下彻查。那天晚上，只有废太子进过御花园，并没有其他人。当天晚上，御花园禁卫都看到了，还有什么要查的？皇上，黄冈一事，靠山王还未调查，朕有点不舒服。此事以后再说，退下吧。退朝！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
住手！皇上，这使不得呀，不能出宫啊！别说了，这贵为天子，在宫中一点自由都没有，倒不如早点出家，与尘世做个了断。哎呦，皇上，这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，皇上，皇上，不可一日无主啊！皇上系天下黎民百姓的福祉，可如今您不管不顾，一走了之，这让普天下的百姓找谁做主啊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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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妾14岁就跟了皇上，自问谦卑自守，勤俭恭孝。皇上如今果真要这样对待臣妾吗？皇上，皇后晕倒了！皇后晕倒了！皇后！哥哥，这是要给我盖间新房吗？啊！表哥，怎么不进去？哦，走吧。来，请进。娘，是叔宝回来了。娘，娘，孩儿不孝，回来晚了，让娘担心了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说话，让为娘好好看看。娘，瘦了，你瘦了。娘，哎呀，可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？啊，娘，来，娘，知道他是谁吗？娘，他是姑妈的儿子，罗少保，罗成。舅母，我是成儿啊。成儿，你果真是生珠的儿子？是啊。快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好孩子，你娘远嫁那会儿啊，就你这么大。后来我们失散了，我还以为此生再也见不到你们了。哎呀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！哎呀，舅母太高兴了。这是生珠的女儿。我不是伯母，我叫单娘娘。娘，她是我好兄弟单雄信的妹妹，她叫单娘娘。这姑娘长得真俊俏。伯母，你说笑了。哎，过来。娘，这可是我在河间给您收的义子。告诉娘，叫什么呀？我叫罗世信。世信啊，这可是你的亲娘，赶紧磕头。娘，我可找到您了，这么多年你都不管我。娘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这世信，他生得可怜，无依无靠的。
所以我把她带回来。世贤，快起来，娘娘想你了。娘娘别拦我，只有给您磕头，给您磕头，世心开心，我可有娘了，我再也不走了，娘。来，起来吧。来，世心，起来。世心，从此这儿就是你的家，一定要好生善待娘啊！是，娘。娘，歇会儿吧。来，哎呀，我说怎么不见你回来呢？原来是去了北平府了。是啊，这是家父家母为舅母准备的一点心意，请舅母笑纳。这大老远的，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来带我向你爹、你娘问好。你爹和你娘他们怎么样啊？托舅母惦念，他们都很好。哎，娘，刚才我进门的时候看到门外堆了很多木料和砖块，这怎么回事啊？